收听12月3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彼得后书第3章，持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所领受的这个信仰是永恒的信仰吗？如果我们领受的是永恒信仰，世界牧师邀请你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此时此刻。今天的彼得后书第3章，彼得回应当时许多假教师的教导，他们是根据什么原因觉得不会有最后的审判呢？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也等不到啊。在这里说他不是应许要再来吗？说的是耶稣，耶稣不是应许他要再来吗？他在哪里呢？我们的祖先都死了，一切还不是跟创世之初一样吗？在这里彼得回应说，他们故意不理会上帝和上帝在太初用他的话创造了天地的事实。地是从水和借着水而形成哦，旧的世界也是由水，就是洪水所消灭的，也就是上帝的创造跟他的审判其实都在他的手中。而人，我们怎么会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想上帝跟我们一样呢？所以在这里就说啊，亲爱的朋友，有件事你不可忘记啊，在主的眼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段话很长，可能常出现，但我们不一定知道原来它出处是在彼得后书。在这里就是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彼得后书的3章9节说，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迟迟不实现他的应许，相反的，他宽容你们，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却要人人悔改。如果在主的眼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马上就来的话，可能是千年，也可能是一日。那如果在那千年当中，感谢主，我们还有机会悔改，我们还有机会在那宽容的恩典里面站立，我们投入在这其中。可如果一日如千年呢？一日的时间，那不就很多人他没有机会吗？所以在这里彼得他在回应一件事，上帝爱世人，爱这个世界，他不愿意有人沉沦啊，他愿意给大家有机会，但是我们愿意把握吗？因为这个机会可能一下就我们无法预测啊。而且在这里有说啊，所以主再来的日子会像小偷一样临到。小偷就是他不会经过你的允许，他也不会在你规定的时间他出现，他就是他要出现就出现，他不需要你的允许。然而就在那一天，彼得他引用以赛亚书去形容这个景况，就是那一切在世上大地万物都会消灭，天体在烈焰中烧毁。既然这一切都会烧毁，这一切我们汲汲营营努力去建构去建筑的，不管是看得见的这些地产或者是这些物质都会毁灭，那我们到底在持守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到永恒里面的？所以他就问你们应该做哪一种人呢？彼得就马上也回答，我们要过圣洁虔诚的生活。这里说的就是过属神的生活，过那个神所喜悦的生活，等候他来的日子，竭力加速他的领导。竭力加速，为什么是竭力加速？因为越多人的悔改，越多人他认识这福音，他听见这福音，他相信这福音。当大家都相信的时候，是不是就那个上帝要来日子就更近？因为他目前是宽容，还有很多人不认识啊。可当大家都认识，是不是就缩短了那个时间？所以他在这里才讲说是加速他的领导。所以在这里面，彼得用这样的心情，不仅是为他自己也为他弟兄保罗保罗也写了很多这些充满上帝智慧的书信。然而在这当中，彼得也意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不仅是对他对保罗，对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特别是这一个经历到耶稣这个死里复活升天这个第一代的这些跟随的门徒，他们
很快很快的生命都会在这个世上结束。然而在永恒里面是一个开始，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在世上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握机会啊。他说，亲爱的朋友，你们已经先知道这件事，那你们就要来防备那些坏人用荒谬的言论把你们引入歧途，使你们离开了稳固的立场，使你们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恳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被看得见的来影响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可能是环境的变化，可能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然而那看不见，那才是最重要的。看不见，但却感受得到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提醒。所以最后彼得再次语重心长说，你们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以及对他的认识上继续长进。愿荣耀归于他，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阿们。对他的认识继续长进，就是继续在信仰和生活中彼此学习呼应，然后实践，在每一天把信仰用在生活上，在生活上去持守这个盼望，去检视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对齐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也是三位牧者在这段期间带领大家用迦南之声的方式来鼓励弟兄姐妹，自己读经之后也可以听牧者的分享，然后一起祷告。因为我们是一个信仰的群体，而这个信仰的群体是从天国的国度来看待的。所以在今天也是三位牧者在迦南教会的这个最后一集，再一次要用主的话成为祷告，成为我们的盼望。彼得真的是语重心长，希望我们能够在信仰中站立的稳，因为上帝已经预备要过信仰生活一切需要的。上帝他也必有审判，只是在那审判来临之前，他给人机会，让人有机会来回转向他。他宽容我们，接纳我们，甚至接待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信耶稣有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最后志贤牧师要用这个祷告来带领大家，愿上帝就是那希望的泉源，因着你们对耶稣基督救恩的信心，让你们充满各样喜乐平安，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倩牧师，我们相约在主里，平安。